各位嘅來賓，歐天勤弟兄、陳靜怡姊妹嘅結婚典禮現正式開始。呢個時刻係主禮人同埋新郎步入禮拜堂嘅時候。眾位請留心聽我讀出今日嘅宣召經文。宣召經文係記載喺詩篇118篇第24節。經文話：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好感恩，上帝美好嘅恩典今日降臨喺歐天勤弟兄、陳靜怡姊妹嘅身上。願上帝恩臨佢哋，祝福整個嘅結婚典禮。既然我哋已經見到新郎佢喺禮拜堂當中嘅等待，點能夠無心為止呢？呢個時候咧，容許我哋咧有主禮人新郎會步入禮拜堂嘅時刻。請起立。
兄同埋陳正義姊妹都係一個敬虔嘅信徒，佢哋更加係被神所號召喺教會當中擔任傳道人嘅工作。今日呢一個嘅結婚典禮將以一個基督教嘅儀式舉行，我哋將會以讚頌嘅詩歌去歸榮耀俾我哋嘅神，因為我哋深信每一段美滿嘅婚姻姻緣都係出於上帝，因為神嘅愛、神嘅恩典臨在佢哋身上高，我哋為此獻上感恩、獻上頌讚，而我哋眾人亦都藉着詩歌，將我哋心裏邊對一對新人嘅祝福獻上，願榮耀歸俾我哋天神嘅神。因當中我邀請眾人仍然保持站立，我哋咧會由何浩天牧師帶領約翰團契嘅敬拜隊，同我哋咧有詩歌一齊嘅讚頌。約翰團契係正義傳道喺教會當中所服侍、所帶領嘅一個嘅團契。我將時間交俾何牧師同埋敬拜隊。感謝神，我哋咧就先主席佢咧就話，今日咧係耶和華所定嘅日子，我哋要喺其中歡喜快樂。我哋好愛嘅天神啦，我哋好愛嘅直兒啦，同埋咧神都好愛佢哋，所以咧我哋咧好盼望咧今日咧去讚頌咧呢一個咧咁偉大嘅神，我哋一齊咧去到唱我哋嘅詩歌，我哋會讚美主。我哋用歡欣嘅歌聲一齊去讚美，讓歡欣嘅歌聲咧充滿我哋整個會場啊！我哋歡欣歌聲讚頌響遍四方，歡呼聲充滿各方，寫出有萬人困苦得釋放，全是那奇妙救恩。
上帝佢嘅名被高舉被傳揚。願今日呢一個嘅結婚典禮，除咗係一對嘅新人，佢哋互證佢哋嘅婚盟以外，亦都有上帝親臨在我哋其中，一同去經歷，叫我哋眾人亦都同得當中嗰份嘅喜樂，嗰份嘅滿足。我哋嘅就讓我哋帶大家有一個祈禱嘅時刻，我哋請低頭同我一齊禱告。聖哉，我哋所讚頌、所崇拜嘅三位嘅真神，我哋今日帶住滿心歡喜快樂嘅心嚟到歐天勤、陳正義佢哋嘅結婚典禮，求主幫助我哋。聖經教導我哋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主啊，我哋謙卑喺你嘅跟前，承認我哋需要你嘅教導，我哋需要你嘅愛源源不絕咁樣進入到呢一對嘅新人嘅中間。我哋知道佢哋會步入婚姻，佢哋會經歷婚姻當中嗰份嘅甜蜜，嗰份嘅親近，但係同樣佢哋都會經歷好多嘅挑戰，好多嘅艱難。但我哋深信，當佢哋嘅生命裏頭有神你自己嘅愛不斷嘅臨在，佢哋可以渡過。因為主啊，你嘅愛帶着你奇妙嘅恩典，帶着你豐盛嘅恩典臨到佢哋嘅身上高。求主幫助我哋，願意今日我哋每一位參與呢一個嘅典禮嘅每一個嘅來賓，我哋都當中一同去經歷你奇妙嘅大愛，叫我哋能夠同聞同得同知。上帝，你嘅愛係點樣陪伴每一個嘅人？叫我哋喺在世嘅日子，我哋能夠勇敢，我哋能夠善良，我哋能夠以愛去對待身邊嘅人。我哋去讚美主，願今日整個嘅結婚典禮都歸榮耀俾你。祈禱交上，奉我主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一對新人咧，平時咧佢哋都要講道，點樣去教訓會眾。咁呢刻咧唔同啦，呢刻咧佢哋要乖乖地企喺度，俾人咧去教訓佢哋，係咪訓練佢哋？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時刻。咁今日咧我哋會有讀經，跟住咧會有訓練時刻。咁讀經咧係我哋有廖牧師同埋廖師母咧為我哋去讀經㗎。咁廖牧師、廖師母咧，佢哋曾經咧都係牧養過正義傳道一段嘅日子。咁而今睇到正義傳道已經咧能夠長大成人，又能夠喺教會當中有服侍，步入神聖婚姻嘅殿堂。相信咧呢一個係每一個牧養者心裏面咧最歡喜快樂嘅時刻。呢個時候咧，我請廖牧師、廖師母為我哋有讀經。經文同阿成咧揀咗嘅經文係喺創世記2章18至22節。聖經裏面寫到：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經文讀畢。
一對新人帶嚟訓練㗎，係文院長。文院長佢係播道神學院嘅院長，咁咧係一對嘅新人咧師，咁咧呢對新人咧都係上年8月畢業啱啱，咁咧亦都係咧新牌仔，咁咧就單止係傳道人嘅積分，甚至乎咧步入婚姻，好多嘅地方需要學習。願神藉着文牧師、文院長俾我哋嘅吩咐，俾我哋咧眾人咧得着提醒。恭喜晒正言同埋天格。你哋所揀嘅經文咧係創世記第2章18至到25節嘅內容。我嘅進路咧就係、我哋睇翻上帝當日咧做到啲乜嘢，從上帝所做嘅咧，我哋學習咧點樣嚟到去喺婚姻裏頭咧係彼此相愛。我揀咗3個上帝所做嘅過程同埋佢嘅內容出嚟。18節話俾我哋聽，耶和華神説：那人獨居不好。佢其實唔係等亞當咧自己話，我一個人住好悶，即係上帝唔等，反而上帝係喺嗰個人未感到什麼叫孤獨嘅時候，預先為嗰個人去安排，了解佢嘅需要，同埋咧係為佢去做一個配偶。呢個過程讓我可以去思考嘅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學習上帝為我哋所愛嘅人預先安排咧？預先安排就一定包括係你要認識同埋熟悉佢嘅需要。你哋兩個四目交投，互相望望對方，睇下你信唔信任對方可以認識自己同埋明白自己嘅需要。OK， 好，非常好啊！呢一個嘅準備係好緊要嘅，因為當你哋兩個人一齊相處、建立一個家庭之後，就唔係再淨係單顧自己嘅事，你係要顧念對方，了解對方嘅需要。最好嘅咧就係喺對方未開聲之前，你已經預先知道咧佢嘅需要喺邊一度，以至你能夠咧可以成為佢好好嘅幫助者。無論係女幫男嘅，係男幫女，都需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嚟到去主動，同埋透過你對佢認識。係預先有中間嘅幫助。我太太係好了解我㗎。而家天氣就算暖啦，但係早嗰排香港比較凍嘅時候咧，佢知道我好容易手凍，咁所以咧佢就會話：那人手凍不好，我要為他預備一個暖包幫助他。咁所以佢咧就會整定一啲嘅暖包，即係讓到我能夠咧手暖。咁佢有時知道我翻工要翻船嘅，可能就冇乜生果食。咁佢就會即係預先搣好啲橙放喺個細盒仔裏邊，就俾我之後早出門嘅時候咧就帶翻去我哋食。可能佢會話：那人會有水果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生果盒嚟到咧餵養他等等。一齊相處、一齊生活嘅時候，要顧慮到對方今日你哋握住手嘅呢一個人，佢將會嘅需要係邊度？唔係等佢開聲嘅時候咧，佢批你同你講，然後你先做，而係因為你真係好愛佢，你認識佢，所以咧你預先知道咧佢需要啲乜嘢，盡你嘅力量咧嚟到去體驗同埋為佢準備。咁呢個係上帝第一樣嘢咧所做嘅，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學習。第二樣嘢咧就係、既然上帝知道亞當需要配偶，上帝咧佢就唔係淨係做一次嘅行動，上帝佢特別咧係喺19、20節裏邊咧係讓佢經歷。喺其他嘅動物裏邊咧，其實動物都有好多好出色同埋好令人讚歎嘅地方。不過嗰啲動物咧未能夠成為佢嘅生命伴侶，要俾機會亞當試下喺動物喺飛鳥裏邊咧揀唔到，然之後最後咧去見到夏娃嘅時候咧就揀到，然後即刻可以咧為夏娃咧作一首詩，真係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個過程咧就係、我會領略到上帝唔係唔知道亞當最需要邊一個人，上帝一定知啦。而係上帝好希望亞當自己經歷一個叫選擇、有得揀嘅過程。當亞當佢真係揀到佢自己中意嘅人咧，呢個就唔係單單係上帝為佢安排，係單方面從上而下，而係佢自己都領略到呢個先至係一個同我溝通到傾到嘅。所以俾選擇咧係好緊要。剛才講緊嘅你要為對方預先安排。為對方預先安排，可能有時都唔係淨係安排一樣嘢嘅。你可以睇下其實佢需要啲乜嘢，可唔可以多幾款嚟到俾佢揀？即係咁，若果你能夠
知道佢嘅喜好，能夠可以預先安排，又俾佢有選擇咧，其實佢得到個快樂咧更加開心。即係呢個過程係好好。我太太佢好中意預先幫我燙定啲恤衫西褲，即係我嗰啲直嘅衫同埋褲都係我太太所燙。其實我有時見到衣櫃都已經有2條西褲啦，已經好夠啦，但係咧佢仲會再燙整多2條。其實我嘅西褲咧全部都係黑色嘅，所唔同嘅咧先係深黑、淺黑、灰黑、藍黑。咁但係對我老婆嚟講咧，佢會覺得總之就有得揀咧，即係唔好淨係得嗰2條。即係佢會預先咁樣嚟到去為我準備。佢叫我可以嘅經驗嘅就係等我可以揀多啲。呢一個咧讓對方可以揀多啲咧，其實係一個更加貼心嘅行動嚟嘅。當你哋一齊生活嘅時候，爭取空間，留意下對方中意啲乜嘢嘢。如果對方係中意嗰樣嘢嘅，就唔係淨係預備1樣咯，可能係預備多2、3樣，讓佢同時咧有得揀。揀完你所送嘅禮物，就加埋啲添。咁呢個咧係一個更加加倍嘅喜悅嚟嘅。第3樣嘢，我覺得上帝所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叫我哋學習嘅就係喺第22節20節，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做嘅肋骨做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個重點動詞就係領他到那人跟前。其實對於上帝嚟講，佢係全世界、全宇宙嘅創造主。佢但係可以做咗一個嘅女人喺佢隔離之後咧，就同亞當講：亞當你過嚟，我有件禮物送俾你。佢可以咁嘅，但係上帝佢唔係叫亞當過嚟，佢係帶住呢個女人去到亞當前面，然後送俾佢。我諗緊嘅就係、其實亞當一定跑步跑得好快嘅，即係亦都行路唔會太慢。點解上帝要領呢個女人去到佢面前咧？因為對上帝嚟講，佢真係好愛亞當，亦都好愛人類啦。佢既然預備咗禮物，好心情係好迫切嘅，就帶呢一件禮物咧去到佢面前。喺裏邊咧就唔係講緊地位，唔係講緊邊個高級，邊個應該聽邊個話，而係既然愛對方咧，就要盡力，並且係唔計較嘅，將所有嘅咧嚟到俾對方。你哋兩個大家傾掂咗，你哋屋企邊一個係主嘅？係男方定係女方？當然啦，你哋都好敬虔嘅，兩個都係青年同性，你哋都會話基督是我家之主。但係基督之外咧，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事，究竟係邊一個要聽邊個？可能有某啲事情咧，當然係要男方做頭，要做大嘅；而某啲事情咧，我哋又要好愛錫同埋尊重太太，又由女方做大嘅都唔出奇嘅。即係喺唔同嘅處境同埋情況底下，我哋都需要互相聽話。不過喺某啲嘅處境底下，呢度唔係講緊聽話或者順服，而係講緊嘅就係邊個其實係邊一個要對方係順服嘅，但係其實嗰個本來可以為首，本來可以為上嘅，都可以為到對方嘅需要咧而做多一份，做多啲。你兩位都係牧者咧，假設喺個星期六嘅晚上食完飯，廚房嘅碗同埋碟等等都需要人洗，但係一個咧就要預備培靈會，一個就要預備佈道會，都係第2日星期日喺教會裏邊崇拜要講嘅。咁究竟係講佈道會嗰個係需要準備時間多啲，可以唔需要洗碗，定係講培靈會嗰個係需要即係多啲時間？我而家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分身，都未去過佢哋嗰度。如果當上帝佢連佢係做物主，佢都甘願領佢嘅禮物去到嗰個人面前，喺嗰時就唔係一個比較，去問翻邊個要幫邊一個，呢一個要喺裏邊咧嚟到去做多啲嘅時間，而係真係心甘情願下發上帝喺面前面。理當係我唔需要使用嘅，理當係咁嘅。不過嗰時就唔係講理當，而係因為我嘅緣故，好多理當就可以放低，而係真係為到對方，以至咧係去到前面做更加多嘅嘢。愛我哋嘅上帝，佢真係好好。喺亞當同夏娃見面嘅時候，佢冇為亞當夏娃咧去講到
一篇訓練嘅説話。但係佢俾亞當可以知道有人會 care 佢，預先知道佢嘅需要。佢俾亞當可以咧有機會去選擇。佢俾亞當知道咧就算係做物主，都會令上帝所預備好嘅禮物去到人面前。呢個係上帝對我哋嘅示範。盼望上帝嘅榜樣成為我哋當中每一個丈夫同太太都一齊學習嘅。願上帝嘅説話祝福你。感謝林組長俾我哋當中嘅反饋。佢最後提醒我哋一個世紀嘅難題，究竟邊個洗碗？我諗翻起我自己，感恩我太太搶咗上好嘅福分，主動咁樣去洗碗。我心裏面無時就帶住感恩嘅心去感謝佢。但係我發覺我都唔蠢，佢每一次洗碗之前，我都好主動咁將啲碗送入廚房，跟住仲要再問一句：不如今晚我洗嚟？太太都同我講快出去，應該係屬於我嘅。感謝主，願你哋嘅婚姻幸福、快樂、美滿。呢個時候咧，我哋咧會請安排到中信會關鎮嘅牧師為一對嘅新人咧去證婚。我哋咧有請黃牧師。各位親友來賓，各位主內嘅弟兄姊妹，而家咧我謹以主耶穌基督並佢教會所賦予我嘅牧師職分，並香港特區行政區政府咧婚姻註冊處授予我嘅權責，為一對新人證婚。而家係查問心願嘅時間，留心聽到。歐天勤弟兄、陳正儀姊妹，我喺神同埋眾親友面前。而家咧鄭重咁請你哋表明你哋願意由耶穌基督透過佢嘅恩典結為夫婦。咁我要先問心樂問題，我好認真咁問，希望你哋都好認真答我喎。天勤弟兄，我喺神同埋基督教會面前問你，你係咪願意同陳正儀姊妹結婚，作佢嘅丈夫啊？我願意，好肯定咁答啊！咁咧，我再問佢一句：你願意照住神嘅道同佢共同生活，親愛佢、尊重佢、苦樂與共、終身不分離嗎？我願意。好啦，咁而家輪到姊妹啦，我哋要問下姊妹嘅心情。陳正儀姊妹，我喺神同埋基督教會面前問你。你願意同歐天勤弟兄結婚，作佢嘅妻子嗎？我願意。你願意照住神嘅道同佢共同生活，敬愛佢、尊重佢、苦樂與共、終身不分離嗎？我願意。咁我而家要一次過問你兩位。咁歐天勤弟兄、陳正儀姊妹，你哋願意一生彼此相愛，共度神聖嘅婚姻生活嗎？我哋願意。你哋願意遵行神嘅旨意，按照基督嘅福音，尋求聖靈嘅引導同幫助，建立基督化嘅家庭嗎？我哋願意。為到你哋同一心志，我哋感謝讚美呢位三一嘅全能神，願佢賜福俾你哋嘅心志。而家咧，我知道佢哋預備咗誓言。咁咧就請佢哋望住對方，講出嚟。咁咧我先請新郎對新娘許下落。喺神同埋今日嚟到呢度咁多位嘅眾見證人面前，我歐天勤願意以你陳正儀為我嘅妻子，從今時直到永遠，無論係順境逆境，富裕貧窮，健康疾病，快樂憂愁，我都永遠愛
位見證人嘅面前，我陳靜怡願意以你歐天強為我嘅丈夫，從今時直到永遠，無論係順境，抑或係逆境，富裕，抑或係貧窮，健康，抑或係疾病，快樂，抑或係憂愁，我將永遠愛你、珍惜你、對你忠實，直到永永遠遠。神藉着聖經講俾我哋聽，人人都當尊重真恩。而家天勤弟兄同埋靜怡姊妹，為要表明佢哋係願意從今以後按照神嘅旨意共同生活同埋行事為人。我知道咧，佢哋為對方預備咗嘅結婚戒指。佢哋咧要喺神同埋眾人面前，以此嚟結盟，佢哋交換配戒。請大家一齊見證。咁我哋有請佢哋可以再次望住對方，嚟為對方戴上。佢哋既然願意成為夫婦，就用呢個嘅戒指，呢個信物嚟作為一個文證。新郎咧就可以揭開新娘嘅面紗，然後要做一個指定嘅動作。我哋預備咗好耐㗎啦。自由到盡。呢個時間咧就係新人同埋證婚人要簽署婚書嘅時間。喺一對新人準備咧簽署婚書嘅時刻，我哋咧今日嘅何公牧師樂團契嘅敬拜隊會帶領我哋咧有一首嘅詩歌。住在你的愛。
人面前表明你哋願意結為夫婦。我哋咧就奉父子聖靈嘅名宣佈你哋已經係夫妻啦。願心一同，因為我哋嘅心嘅，叫你哋親愛永不分離。帶住開心快樂嘅心情，見證一對嘅新人，佢哋步入人生另一個階段當中。相信今日每一位嚟臨嘅親友，心裏邊咧都被佢哋嘅愛深深咁嘅觸動。願上帝咧賜福佢哋，俾你兩個行近少少，近少少咧唔好行咁遠。你哋以後係夫妻，以後咧要站得近啲。願上帝咧恩待佢哋。呢個時候咧，容許我哋參與咗整個嘅聚會，我願上帝嘅福氣咧臨到我哋眾人嘅身上。呢個時候咧，我鼓勵眾人咧都接受祝福。我哋咧今日有請紅磡堂紅磡基督徒信和愛堂嘅何長老為我哋咧眾人有祝福嘅時刻。我哋請眾人一同嘅起立。我哋一齊去領受三一神嘅祝福。願基督耶穌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與天勤與正義，佢哋嘅家庭、佢哋嘅家人同在，都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咁咧，我哋咧仲要幾多陣落？就呢個時候咧，我哋將會有一個咧退場嘅一個儀式。一對嘅新人咧，佢哋先會步出禮堂，之後咧佢哋會轉身入翻嚟。然後我哋喺過程當中，我哋咧都用最熱烈嘅歡迎，尤其是當佢哋進場嘅時候，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用最大嘅表達咧佢哋新人嘅祝福。好，呢個時候咧，我哋一對新人可以準備。